木铎今生，树人南方。华南师范大学肇始于1933年，办学85载，弦歌不辍，开拓奋进。20世纪30年代，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之际，有识之士提出师范不立，国为不彰。他们在历史的苦难中寻找希望，更续文脉。1933年，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广东省立湘琴大学师范学院成立。学校甫一成立，就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大任担在肩上，义无反顾投身于教育救亡的历史洪流中。建校之初，这所学校与北平师范大学南北呼应，实践察国家之心肺，端乎师资之良否的办学理念，守卫并延续着南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命脉。9载时迁，历经广东省立湘琴大学师范学院、广东省立教育学院、广东省立文理学院、华南师范学院、广东师范学院等发展阶段，于1982年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。建校85载，一代代华师人笃志问学，立德树人，共同铸就了学校今天的繁荣与发展，书写了一部心怀家国、勇于担当、开拓奋进的历史诗篇。30年代，学校成立之初就秉承研究高深学术、养成社会之专门人才的治学理念，求索百年树人的教育路径。50至60年代，师生在茅棚草舍中共度时艰，对办好高等师范教育躬身实践，形成坚强的教学集体和优良的师道传统。进入80年代，华南师大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，开展澳门合作办学，呈现更多层次的开放办学格局，率先开展大学生委托培养机制，推行后勤社会化运作模式、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等探索。这些探索后来均在全国高校铺开实行，为中国教育发展添上有力一笔。1996年，华南师范大学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，学校呈现出更富有生机活力的生长态势，开创了属于南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崭新局面。一代代华师人躬耕不辍，一代代华师人传承师道，以教育家林立如、国学大师饶宗颐等为代表的名师大家，均为时代翘楚。他们为人师表，研学问道，书写着胸怀家国、矢志学问的动人篇章，成为学高为师、身正为范的真实写照。85载，弦歌不辍，开拓奋进。华南师大以内涵发展为核心，坚持立德树人，深化改革创新，学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党的领导显著加强，立德树人成效突出，学科水平大幅提升，人才引育成效显著，科研实力不断提升，教师教育稳步发展，开放办学纵深拓展，学校治理渐趋完善，党建工作深入推进，不断涌现一系列高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。
师大是国家211重点建设大学，广东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，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，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，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跨越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，学校着力推进教师教育出特色、学科水平上台阶的战略部署，全面加强高精人才内培外引、高端平台培育建设和国际化、信息化等关键领域工作，积极探索新师范建设，力争做北上广3足鼎立的师范大学，努力写好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奋进之笔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迄今，华南师大为社会培育40余万人才，师范生培养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重点师范大学之首，师范专业毕业生从教率达90%以上，华师培养的师资人才成为广东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。广大校友在各行业各领域不断进取，取得骄人成绩。85载风雨兼程，85载硕果累累。在华南师大发展的历史长卷中，一代代华师人始终践行艰苦奋斗、严谨治学、求实创新、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，传承师道，凝聚力量，不断求索，不懈创新，实现跨越。站在新起点，学校在国家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，将坚持不懈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，引领学校事业改革发展，深度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“一带一路”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，为奋力实现4个走在前列当好2个重要窗口，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，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担当、新作为，开创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新局面，引领华南师范大学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阔步前行。